从自己的频道的社群，点按社群进入。然后搜寻道歌，调剂的歌曲随意听的资料，你看那个歌曲，参考了50几首歌曲，歌曲名称前面加上井字在这自己 YouTube 频道社群发布贴文，然后有超连接功能，现在点按第16项。那如何把它加入自己的影片播放清单？如何加入自己影片的播放清单呢？点按影片画面右下角3个点，按第2项，按了点第2项，名称早就建立了，按完成，点按完成。因为今天是你们大喜的日子，今天你们得了道，道是至宝，道超出了一切。每一位古圣先贤佛祖皆于古代求得天道，故他们能超出生死之界限而永存。今天你们所得的道即同他们其实所得的道一样。在古时，人要得到必须弃他在世界上所拥有之一切与享受。假如他是一位皇帝，也必须弃他的江山；假如他是一位他必须舍弃他的爵，离开家人，入深山寻访能够指点他途径。